先啊，继续来看这个美国国务院的次卿克拉克，差不多伫下晡的5点外会来到台湾。这是美国68年台湾甲美国断交41年来，美国访问台湾上大的官员，大到有偌大咧？第一是国务卿，过来是副国务卿，过来就是次卿咯。美国的国务院有6位的次卿，即个来的这位。克拉克次卿咧是主管着经济事务，讲明仔载会甲蔡总统来会面，会为台美经济商业的对话来做会前的讨论，同时嘛会去甲前总统李登辉来念香。伫台湾时间今日透早，美国国务院总算宣布，主管经济、成长、能源甲环境的次卿克拉克会来台湾。也毋过新闻稿顶面是以调研已经过身的李登辉总统的名义来台湾的，估计是克拉克上转机了才发布这个消息的。咱国外交部嘛，正是讲人下晡就到位啊，即摆特别细致。大家也晓得，国务院的这个次卿是非常高的层级，那我们政府表达高度的欢迎之意。引起疑问的，还佫有无安排美台经济对话？因为涉及的层面是相当的广泛。次卿来台湾的时候，我们相关的政府官员也会跟他就这些相关的台美经济方面的这些议题。来进行讨论，为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些对话做好所有必要做的这些准备工作。明仔载举行前期对话，也就是会前会。拜五暗时，总统蔡英文会伫官舍宴请代表团。19拜六，克拉克会出席伫真理大学举办的前总统李登辉的告别礼拜。